我双眼全盲，所以我用耳朵观察这个世界。因为我看不见，所以我听声音的点点滴滴。我是王俊杰，你所收听的是《耳朵带我去旅行》。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声音的大小事。嗨，大家好，欢迎收听《耳朵带我去旅行》，我是王俊杰。我们这一集的单集节目呢，在录音的时候啊，外面的天气是湿湿黏黏凉凉的这样子。那我住的地方是淡水那其实到了10月以后，10月中以后的淡水呢，基本上就会开始进入很长一段时间的湿湿黏黏凉凉的天气。然后呢，雨就会这样飘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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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下，一直下，一直下。那偶尔一下实际是很有气氛、很有情调的但如果当它连下个1个礼拜、2个礼拜的时候，就会让人觉得快要疯掉那但是更会下雨的地方其实是在哪里呢？更会下雨的地方其实是宜兰宜兰也是我成长很长一段时间的地方。那个地方啊更会下雨，那个宜兰下起雨来到这个时候有时候可以连下个半个月，下个20天，那个整个啊就是湿到一种程度整个雨一直下一直下，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兴奋，赶快把东西拿出来晒这样子那今天呢，这一集我想要来介绍2首跟秋天有关的歌我想这个事实上这个时候还是秋天已经11月了但是事实上还是秋天。不晓得大家你有没有一个概念，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知道那个立冬啊、立秋啊、立夏啊、立春啊，或者冬至啊、夏至啊、秋至、春至啊，其实啊那个是以中国黄河流域作为一个计算的时间轴。那事实上我们在台湾来说啊，假设比如说立秋事实上在台湾来说，那个真正的秋天其实还没有到。我们其实是比所谓立秋这个时间点再晚一些些，才会真正的到达我们的秋天这样子所以事实上现在我们还是属于在秋天的状态还没有冬天。对，那秋天这个天气其实就是忽冷忽热的，我真的就是忽冷忽热的这样子。那不晓得你对于秋天的感觉是什么？其实我个人还蛮喜欢秋天跟春天这2个季节的。那冬天其实冬天是第2爱，我最讨厌的是夏天我真的很讨厌夏天，因为那个热起来我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对，夏天会让我很没有战力。那冬天是我最有战力的时候，因为你知道吗？从棉被里面爬起来以后很冷但是因为太冷了，你就会开始反而开始做事以后啊，人就不会懒惰。那夏天呢，就是无时无刻都想睡觉。对，夏天就是真的无时无刻都想睡觉，不管是在工作的时候，或者是躺下来，就是热就很想睡觉这样子。OK，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大家分享2首关于秋天的歌，风格很不一样那在分享之前呢，也邀请大家，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欢迎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你可以订阅我的节目。那同时你也可以在你的收听平台底下按5颗星的评分。那另外就是也邀请你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给我一些回馈。那么邀请你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可以打钢琴诗人王俊杰。那我的粉丝页上面，我就每一次都会有一则贴文在那里那大家可以在底下跟我分享各式各样你的想法和感觉。我再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之前很久以前，我曾经做过一个特辑，是讲选举背后选举造市场背后的那个一个默默的英雄，就是呢背后那个做现场伴奏，然后提供那种整个音效哐当哒哒弦乐的那样子的一个 keyboard 手然后介绍那样的选举的背后的音乐的这种起承转合，然后跟着造市场的候选人，然后开始起起落落的，甚至于是推进整个场子的那个怎么讲
整个场子的那种热度很靠这一个键盘手，所以他很像，我觉得某种程度很像那个后面的指挥官，很像下达命令的指挥官，蛮像的。那我就做了一些比较，那当中有一位听众，他就传了讯息给我，他告诉我他自己也注意这些事情，注意了很久，但是他有质疑我一件事那他觉得，因为我认为比较好的那一位的那个例子啊，事实上除了现场弹以外，他还加了很多他预先准备好的一些素材，用机器播放。加上人工，所以他觉得我那样的比较是不公平的。我要在这边强调一下，他这个说法其实很好啦，但是我有跟他解释，跟这位听众解释，当时我说的是，怎么样把环境气氛创造到高潮这件事我并没有要比较谁是现场弹，谁不是现场弹这样子。对，那我分享这个例子是要跟大家说，欢迎大家，你可以私讯我，你有任何的想法，都欢迎你可以私讯我，我们可以讨论。那秋天的音乐，你觉得会长什么样子呢？当然我觉得大多秋天音乐的感觉好像都会雾雾的。晕晕的，他也许有时候他可能这样子，慢的音乐可能是这样，有很秋天吗？有觉得很秋天吗？这好像是可以喝杯下午茶、喝咖啡的还有一点点微微的阳光的感觉，有觉得吗？我想的啦好，那另外也有一些是可能是比较快的秋天这样。有吧，这样也有秋天感，对不对？但秋天我们刚刚讲也有下雨的时候，也有那种萧瑟的感觉的时候的气氛，那是什么呢？比如说，这还蛮秋天的，对不对？这是一个很小调的气氛好，那有一首歌呢，叫做《秋意浓》，应该有听过吧？《秋意浓》是一首我个人超爱的一首旋律听过吗？我记得我在国中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啊，五专，听到这首歌，我还专程用我那时候主修的乐器大提琴来拉这个旋律。我觉得这旋律超秋天的，然后它这样啦啦啦，你就觉得有一阵风吹来，啦啦啦啦啦啦啦，然后你就会觉得那阵风好像吹到了树叶，然后就会这样撒，哒啦啦。哒啦啦啦，然后就觉得树叶假设有好多棵树，那种人行道上，树叶远远这样唰飘过去，这样子整个这样像树浪一样，这样用想象的，你有没有听到那个树叶的声音的感觉我以前住在天母的时候啊，然后在中城路、在中山北路上走，那就有很多人行道，然后那人行道就是种了很多树，那真的秋天的时候啊，你走过去啊，天母的风还不小，你就会听到风真的吹过树，这样哇塞，这样从遥远的地方一路这样过来，哇，这样过去，那个感觉真的很秋天那加上微凉的感觉，那个。真的很秋天，然后我还为了这样的事情写过一个旋律也是秋天的，它是长这样。
邱意浓有一点像哈。大概是这个样子，我后面也忘记了。这个呢，其实是我在跟大家录音的这个当下，我突然回想起我写过一个这样的旋律，是在不晓得17岁还是18岁的时候写的。然后我刚刚边弹也发现，它跟邱意浓真的很像。那我觉得邱意浓这首歌的旋律是超级秋天的。然后等一下你听那个编曲啊，那种弦乐的感觉，然后 oboe 吹出来，哒哒哒，前奏 oboe 就开始吹出了它的主题的旋律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秋天呢。如果你在北台湾，或者是可能接近台中台中彰化也大概是这个天气，然后听了应该会很有感觉。那邱意浓其实也有粤语版，也有国语版那我们来听这个是张学友的国语版。我们来听听看邱意浓这首歌啊，你感觉一下有没有超级秋天的感觉哦嘿？听完了邱意浓之后，有没有觉得真的蛮秋天的感觉呢？那我刚刚做的一些示范跟比较，好像就是秋天好像就是雾雾的，好，或者就是小调的歌曲。那小调里面又有很多种我再来要介绍这一首秋天的歌，它是3拍子的，然后有一点华尔兹味的。你说啊，秋天干华尔兹？对，它是有一点那种要一直跳动起来的，是这种感觉的。这样子的。这样子的节奏，你一定觉得哇，好纳闷哦。那这样子的节奏够秋天吗？没有啊，他只要能够把秋天的味道写出来不就好了，对不对？这条歌是一条台语歌，一首台语歌，下一个人叫伍思凯，然后跟伍思凯一起对唱的人是什么人？是江蕙。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秋雨迄一暝》，有听过吗？有听过吗？如果你有听江蕙的歌，或者你有在接触台语歌的话，这首《秋雨迄一暝》是一首非常好听而且特别的台语歌1997还98年的时候诞生的，我忘记了。好，那它跟其他你听到的台语歌也很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它是我刚刚讲的这种这种 style 的感觉有点像许哲佩就是气质型。然后呢，当中等一下你还会听到有那个手风琴然后他这样，我对对对我的心肝，啦啦啦啦啦啦他一直在这样这个里面游走，然后还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气氛很特别的一个感觉。好，因为一般可能巴萨诺瓦啦，或者是 swing 的感觉的那种秋天其实蛮多的，或者我刚说示范的这个雾雾的这种有没有很多那当然也有那种很少数很快的这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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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凉好个秋，对，也有这种。但是像这样子3拍子，然后又里面带一点淡淡的惆怅，一点淡淡的惆怅，还有又带着一种期待感，但是是伤心的情歌。那节奏居然是比较像是偏快的，有跳跃感的。这个真的是非常特别伍思凯他所创作的一些台语歌其实都蛮有
辨识度的，然后也很有他自己的特色。很多歌适合秋天聆听的大概很难找到类似这样的节奏啦。像我们之前介绍了薛逸丹阿丹，他的专辑其实也很适合秋天听，但他也比较接近我说的这种雾雾的感觉，然后蒙蒙的那这个秋后黑几迷，它的旋律也是小调的，但是它感觉起来好像不能用雾雾蒙蒙的形容它，因为它有点那种演舞曲的感觉。它这样反正慢慢对不对？它有时候又可以这样。对，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呢，今天的另一首歌，我要来让你听听，江蕙跟伍思凯他们两个人一起唱的这一首《秋后迄一暝》，我觉得就算是现在都2022年了，听这首台语歌，你都还是觉得它好新、好特别啊！嘿，这安尼是安怎台语歌为什么和你少这种开口的歌吼？好，专听用一集的时间，我来整理一下。好，无责任乐评无责任乐评别当俩包的，我专门来做一集。我认为为什么台语歌好像很长的时间以来，它的开口的多元性虽然很多元虽然还是有很多不同风格的台语歌，但是为什么没有广泛的发展多元呢？好，我还是要强调一次，无责任乐评，还是我个人的观察跟理解。给我一点时间，我们下一集我就来做这件事情，跟你分享这件事情。OK，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要来让大家听这一首歌咯。这一首歌就是《秋后迄一暝》，然后听这首歌当中，我也要跟你说拜拜了。好 ，OK。那很抱歉，我们的节目呢，因为这两首歌我们播放的都是版权歌都是有版权的，所以呢，辛苦大家了。我们要透过KKBOX 的插播那其他不同平台的朋友就麻烦你要自己上网去找音乐来听咯。好，那秋天天气忽冷忽热的，请大家好好照顾你的身体。喜欢我的节目的话，邀请你可以按星星评分5颗星，你也可以上我的粉丝页，你打钢琴诗人王俊杰来跟我分享你的各种各样的想法。OK， 那下一个单集我就来跟你分享我心中认为台语歌为什么它其实还是有很多人做很多元的样貌，但为什么它不广泛呢？好，我们下一集来聊这件事拜拜。